死丫头，你找我打呀你！你找我打呀！哎呀，打不着！讨打！女人呐，得知道遵从三从四德。这三从呢，是未嫁从父，继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还有一个四德，就是妇德、妇言、妇容和妇尊。厅长，你讨打呀你！公公，我听说的三从四德可不是这样的。三从呢是老婆命令要服从，老婆出门要跟从，老婆讲错要盲从。四德呢是老婆化妆要等得，老婆花钱呢要舍得，老婆生气呢要忍得，还有老婆生日要记得。不是，这哪儿来的歪理邪说呀？这是你讨打呀你！我让你跑，我让你胡说！小鸡你讨打呀！公公，我错了。你知道错了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听说这皇宫里经常有冤魂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有什么事你千万别来找我呀！这是什么啊？咦，酒？哦，是药酒。这谁会这么好心呢？肯定不是圣诞老人。超人，独孤超人，一定是他。小秋子，在。你教那个尹晴柔也有一段日子了吧？不知其可有长进呢？这为何吞吞吐吐？哀家不是让他每天多练字来着吗？拿来我看一看。是。这写的是什么？诗词呢？他写的是挖掘技术找蓝翔，一节更比六节强。韵脚倒是押上了，什么意思？老奴也没弄明白。女工呢？再拿来我看一看。是什么？好像是鸳鸯戏小鸡。宣尹清柔上殿。哎，宣尹晴柔上殿。
你自己说说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皇后娘娘，我觉得我做的已经不错了，我可是零基础。一无是处。皇后娘娘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不赞同了。我会的东西可多了呢。你自己说说，你会什么东西？我啊，什么洗衣、做饭、煮咖啡、砍价、拎包、背台词，我都做的可厉害了呢。你说的这些，哀家都没有听过，你分明是在狡辩。小秋子，在，带他出去，先跪2个时辰再说。给我好好治治这张利嘴。是。皇后娘娘又跪呀。走吧，别再让老奴亲自动手了。哎呀，热死了！什么嘛，古代人天天闲着没事儿干，动不动就跪。我可怜的膝盖啊！我今天回去必须缝个棉貂，以防万一。难道古代真的有圣诞老人啊？想什么就有什么。难道又是独孤园？真的好感动啊！没想到我真的有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朋友，在宫里都有后门。跪久了腿麻了，我稍微动动。怎么是瘸腿的节奏啊？哼，活该！谁让你老欺负我？儿臣参见母后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今儿怎么一起来了呢？倒是新鲜呐。母后，你这身越来越难伺候了。我们不来你念叨，来你还念叨。三哥，你在这待着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